OK， 2022年第38條題目就話喺 figure 入邊 ABCD 係一個圓形，咁 PA 同埋 QB 係 tangents to the circle at A 同埋 B， 咁如果ADC 等於79度 ，CBQ 等於39度 ，DAP 等於42度，咁就問你 angle BCD 等於幾多？即係呢一隻。咁我哋將呢一隻 mark 做 theta 先啦，然後我哋將 BD、AC 同埋 AB 連埋一齊。好啦，咁因為 angle in alternate segment 啦，咁所以咧呢一隻角就等於呢一隻角，咁呢一隻就等於79減39，咁就等於40度啦。然後又係 angle in alternate segment 啦，咁所以呢一隻角等於呢一隻角等於42度，好啦，咁呢一隻角其實就等於180度減 theta， 咁因為係一個 cyclic quadrilateral 咧 ，opposite angle 加埋等於180度，咁所以啦，我哋睇呢個三角形內角總和加埋等於180度，咁所以咧180度減 theta 再加42度再加40度等於180度，咁 theta 就等於42度加40度，咁就等於82度，咁所以咧答案就係 D 啦。